東京車站王道班戟咖啡，超治愈貓貓布甸。今次要介紹呢間位於東京車站丸之內地下中央後一出行10秒。呢間嘅環境舒服，行到攰唞下就啱晒，一定要叫一杯飲品。哇！睇見都流晒口水啊！呢個真係超治愈。我相信大家係會同我做一模一樣嘅嘢，叫咗杯忌廉蘇打，唔錯唔錯。試下個雪糕先，呢個有驚喜。試真啲先，竟然係乳酪味雪糕，推薦。經典班戟，呢個高質都幾厚下，實而不華。條香腸都勁高質，爆汁 juicy 啊！試埋個班戟，有時就係想食呢種，唔需要太過複雜，呢種先係王道。睇完你就明點解我會同佢玩咗成10分鐘。雖然唔係幾捨得食，試下咩味先？哇，超濃牛奶味，真係好 QQ 啊！真的，輕食的話大概1500円左右。Double case，下次再見。